日本今次喺老家被人執咗飯碗，轉頭就走去印度喊住求救。我冇開玩笑，日本喺東海真係徹底出局啦。今日呢集內容絕對顛覆認知，信息量極其密集，唔好忘記先撳個讚當門票，扣好安全帶。馬上開車，帶大家硬下起底呢背後嘅利益網。可能有人會問，日本喺東海捱打，點解反而變成新德里嘅狂歡呢？大家仔細諗下，就係呢幾日釣魚島同琉球海會徹底變天，日本船只慘遭中國大陸海警船連續2次強行驅趕，4度被廣播要求停止調查，即刻撤開。日本防衛省1日之內嚇到通報咗11次，眼波薄睇住中國東莞艦，仲有大批驅逐艦同護衛艦喺自己門口洗白色出現，最後連拖船都不肯頂上，結果都係被打到毫無還手之力。佢哋喺海上輸到甩底褲，內閣官房長官木原因只能夠喺記者會上氣急敗杯禁好國際法當遮收部，強調佢哋係依照國際法來進行調查作業嘅，仲話透過外交管道強烈抗議。不過有咩用啊？人家根本睬你都傻。喺絕對嘅拳頭面前，日本嘅海權火線已經徹底崩盤。今次高市早苗真係急立餅急亂頭尾，直接將主意打到印度頭上。佢嗱嗱臨跑到海德拉巴宮，甚至仲喺總統府前廣場滿臉圖，最近擺出同莫迪一模一樣嘅雙手合十手勢，就係想死皮賴臉拉近關係。莫迪總理都係睇穿唔踢爆，當場公開用日文叫佢妹妹。高市早苗仲笑住回應話：你叫我美麗嘅妹妹。兩個人甚至定以後雙邊互道就以兄妹相稱。呢個畫面睇落咁人，但印度政治精英眼裏簡直滑稽到極。網友都調侃：政治邊有兄弟姐妹？聽到絕對唔傻嘅。你日本喺自己門口被中國海警用殺力教做人，而家想跑嚟搬救兵，史兩兆日元將印度當成抗中嘅替代供應鏈，指望印度去幫你擋子彈。莫迪總理紅地毯照鋪，好聽嘅說話照講，但想俾印度做水魚，簡直發白日夢。就冷眼睇下，呢就係東海徹底出局嘅落水狗，仲可以喺新德里做機內戲。高市早苗今次跑到新德里，把口義仲要打造抗中大聯盟，其實根本就係嚟逃難嘅。新德里嘅政治精英對眼可是雪亮嘅，呢啲邊度係咩大國外交？分明就係一場自欺欺人嘅遮醜大戲。日本而家嘅國內經濟早就爛到一鍋粥咁，老百姓都指望佢攞啲真本事出嚟救命。結果呢，不僅經濟狀況爛到不堪，仲搞出咗整色整水嘅蟻門醜聞，自己屋企都火燒眼眉啦。其菩薩過江自親難保，佢唔喺東京好好執手尾，反而跑到印度，你知點江山？呢啲唔就係典型嘅轉移視線做數咩？可能有人會問，日本政客轉移焦點，憑咩非要揾印度做墊腳石？大家仔細諗下，而家嘅日本喺國際上仲可以指望邊個？高市早苗深知自己嗰套所謂經濟學早就破產啦，為咗保住自己嘅政治生命，只能夠拼命喺外面刷存在感。最搞笑嘅係佢個新行頭，啱啱落機着嘅係淺藍色外套，等同莫迪舉行正式峰會嘅時候，立馬特登換上一身寶藍色套裝。呢度面充滿政治算計，佢向來中意自詡為日本嘅戴卓爾夫人，而寶藍色啱啱好就係戴卓爾夫人最中意嘅專屬色。換件衫就想幫自己夾硬啦，個鐵娘子嘅人設，響印度總統府嘅廣場當做佢洗白自己嘅個人 show 場。佢就係想將呢啲風光嘅畫面傳翻國內，下嗰啲處於水深火熱嘅日本老百姓，證明佢高市早苗喺國際上有幾咁威水。可能有人又會問啊，既然睇穿咗佢嘅把戲，印度做咩仲咁心甘情願配合佢做戲？大家再仔細諗下，莫迪可是全球頂級嘅政治高手，有免費嘅閃光燈同頭條，點解要拒絕？你高市早苗想借印度嘅寶地，到蘇轉移國內矛盾，就陪你做足全套。你再一個合作聯手，又喺度奮發圖強，想忽悠印度去幫你衝鋒陷陣，想去取代嗰個世界最大高礦嘅位置，呢簡直係話天下之大稽。印度個算盤打得精過任何人，你高市早苗頂住個經濟紅嘅虛名，跑到外頭嚟搞呢，仲得個學嘅俯瞰地球而外交，想透過踩人嚟抬高自己，呢個外交功力真係差到極點。莫迪陪你笑，陪你雙手合十，睇中嘅根本唔係呢套劣質嘅鐵娘子換衫遊戲，
而係你死死捉住喺手，急於甩手嘅嗰2兆日元。你想攞印度當政治避風港，就順手將你不辭笑納。但如果想叫印度幫你頂2刀，印度人只會冷冷地睇住你繼續喺呢個舞台上丟人現眼。為咗拉攏印度，高市早苗今次真係落足重本，放出風聲話要抌2兆日元壓着，仲準備一口氣簽下8項合作備忘錄，我要搞咩自由開放嘅印太經濟合作。可能有人會問，2兆日元唔係小數目，日本呢筆錢抌落嚟，印度係咪就真係可以接替中國成為世界工項？大家仔細諗下，日本而家嘅國債一早就變成天文數字，國內經濟正處於劇烈衰退嘅狀態。作為一個沒落嘅帝國，佢哋真係可以喺幾年內隨隨便便攞出呢筆巨款咩？就算佢哋真係將錢送過嚟，睇下佢哋到底要同印度合作啲咩奇葩項目，講出嚟大家可能都唔信。日本所謂嘅奮發圖強，竟然係拉埋印度一齊去搞牛屎。你冇聽錯，日本官方已經證實咗，佢哋要喺印度嘅農村起一千座牛屎燃料礦。佢哋打算利用呢邊嘅牛屎，今次仲有稻草大規模生產沼氣，甚至仲要透過呢個催生出250萬噸嘅沼氣。汽車市場規模，日本人個算盤打得霹霹聲，居然大言不慚咁宣誓，要用呢啲牛屎同天然氣汽車去同電動車技術世界頂尖嘅中國大陸較量搶市場。印度嘅精英們見到呢個簡直要笑到甩牙，全世界都喺度搞光復風力、水力同核能發電，連最基本嘅常識都話俾我哋知，牛脂產生嘅甲烷對全球暖化嘅破杯，亦甚至比二氧化碳仲大。所謂發電本來就係一重最基礎，而且效率極低嘅副產品利用方式，一早就被世界主流淘汰咗。結果高市早苗居然執翻佢起嚟，當成對抗全球暖化嘅新發明，當成對抗中國新能源大軍嘅終極武器。而家中國大陸嘅汽車出口好快就要突破1000萬㗎啦，直接稱霸全球。連遠喺非洲嘅佛得角政府都全面使用緊中國比亞迪嘅電動車。日本傳統車佢哋中國嘅新能源汽車打到落花流水，豐田全球銷量暴跌，利潤銳減，連底褲都快輸光。而家居然異想天開跑到印度，要將呢條搞牛屎嘅棍塞到印度人手裏，仲美其名曰雙贏。可能有人會問啊，既然咁荒謬，莫迪總理點解仲簽得咁開心？大家仔細諗下，印度本來就要處理牛屎嘅難題，而家有個快被淘汰嘅日本首相跑過嚟出錢幫手搞基建，俾印度企上世界舞台搶閃光燈，當然熱烈歡迎啦。至於你要攞沼氣汽車去同中國嘅頂級電動車硬碰硬，對唔住啦，印度人可冇咁蠢，絕對唔奉陪呢種自取其辱嘅蠢事。講到呢度，再嚟睇下喺呢張宏大嘅地緣棋盤上，其他嘅玩家都喺度做緊咩？高市早苗以為靠住2兆日元同幾句輕撫情深，就可以將印度綁上抗中嘅戰車，呢個未免太天真啦！印度好歹都係金磚國家嘅成員國，喺國際舞台上從來都係兩邊落着，非常靈活，點可能死心塌地去俾你日本做炮灰？可能有人會問，既然印度同中國喺邊境上有些少衝突，點解唔趁機同日本結盟，徹底倒向西方？大家仔細諗下，印度個頭腦可是清醒得很，絕對唔會因為幾句揮油就攞自己嘅國家前途去開玩笑。就係高市早苗來訪嘅前2個禮拜，即係6月22號，中國外長王毅啱啱先到咗印度，同莫迪總理親切握手，雙方坐低好好傾合作。呢背後嘅底層邏輯非常簡單，就係冷酷無情嘅經貿數據嚟嘅一筆硬核嘅數。中國同印度之間一年嘅貿易額高達1500多億美元，日本同印度之間貿易額先得區275億美元，呢中間足足相差咗5倍之多。面對咁龐大嘅中國市場，咁香嘅真金白銀，就算你日本投咗2兆日元，相比之下都係中國大陸嘅市場對印度嚟講比較大，亦都比較香。印度雖然都想發展半導體，但非常清楚而家嘅全球頂級半導體能力喺邊度，喺台灣同大陸。而你日本一早就證明咗自己冇呢個能力啦。可能有人又會問，咁美國老大哥難道唔俾日本撐腰咩？大家再仔細諗下，而家嘅美國連自己都顧唔掂，邊得閒理你日本死活？以前美國人中意講印太戰略，而家特朗普上台之後，人哋直接唔玩呢個概念啦。
印度一早就被踢出美國嘅遠東戰略視野啦。你再睇下日日跟喺美日後面叫囂嘅菲律賓，而家嘅下場有幾慘？小馬可斯政府貪腐腐敗，國內通脹飆升到7.2%，特班抗議民眾揚言要包圍總統府，叫佢下台。菲律賓同中國關係降到冰點，連中國援助嘅化肥同香蕉訂單都斷崖式暴跌。呢啲跳梁小丑邊個有好下場？莫迪總未試買咪咁將你啲錢收下，嗰啲係憑本事拉嚟嘅外資，但想印度去接盤做呢支抗中嘅搞屎棍，你都係自己留翻慢慢去搞牛屎咯。講到最後，要睇透呢個國際政治嘅底層邏輯，即係冰冷殘酷嘅叢林法則。可能有人會問，日本咁樣折騰一輪，最後到底會係咩下場？大家仔細諗下，無論高市早苗喺呢度燒得幾甜，都掩蓋唔到一個鐵語事實，就係日本嘅百年工業神話正喺度被全面搞殺。你哋睇下而家真實嘅經貿戰場係咩樣？中國大陸嘅汽車年出口量已經要突破1000萬㗎啦，直接登頂稱霸全球。日本嘅豐田銷量大跌，德國大眾甚至傳出要裁員10萬人，關閉4個工項，利潤直接由50億美元斷崖步跌到2億幾。傳統日德車企面臨嘅可係徹底崩盤嘅危機。中國車企靠住極其恐怖嘅全產業鏈降維打擊，將價廉物美做到咗極致。你以為呢個僅僅係汽車產業嘅潰敗咩？連你哋日本人最引以為傲嘅數碼想幾大本營都被攻陷啦。就喺7月1號嘅東京秋葉原，中國大陸嘅大疆相機首賣，日本後生仔凌晨6點就去排隊，足足排咗9個鐘，450張入場券，30分鐘搶到乾乾淨淨。店員話自己從業15年都未見過呢種瘋狂嘅情況。中日政治關係再惡化，日本老百姓嘅身體可是很誠實嘅，面對絕對嘅性價比同技術碾壓，該排隊都係要排，邊個會同自己個銀包過唔去呢？呢個就係印度人睇得最清楚嘅地方。喺絕對嘅工業硬實力同埋心利益面前，你搞嗰啲虛張聲勢嘅特惠根本冇任何意義。國際政治嘅舞台上，唔相信咩美麗嘅妹妹，更唔相信雙手合十嘅做數，靠嘅就係真金白銀同硬核實力。高市早苗子望得兩市日元拉印度落水，去搞嗰啲被世界淘汰嘅沼氣汽車同牛屎燃料。呢個不僅救唔到日本衰退嘅經濟，反而會喺全世界面前自取其辱。而家嘅日本就係一個快要被淘汰嘅沒落帝國，自己唔去解決嗰啲爛到不堪嘅內政危機，跑到呢度嚟做跳梁小丑。結局一早着定咗，就係徹徹底底咁被打回原形。好啦，本期嘅硬核起底就到呢度，順手撳個讚加個訂閱，帶你刺破偽善嘅表象，用最冷酷嘅視角睇透呢個叢林世界嘅底層邏輯。我哋下期再見。